錄製呢段視頻咧，其實就係想同大家咧就係吹下水，交流一下中美之爭嘅一啲問題。最近咧印巴局勢咧，好顯然咧就升溫啦，大家都已經係大打出手啦。咁呢件事情，我個人嘅一啲觀點咧，其實都好即係同大家講嘅有啲唔係同大家諗嘅有可能有啲區別。咁我認為咧，印巴局勢同埋最近白頭鷹喺西太平洋嘅演習咧，其實都係呢個一個佯攻嚟嘅，佢並唔係佢本身挑動呢件事情嘅一個主要目的。我覺得佢嘅主要目的咧，其實係喺西奈半島，即係埃及嘅西奈半島。以色列好可能咧係利用呢次嘅印巴戰爭同埋西太平洋嘅美軍演習，係牽制熊貓嘅兵力嘅。然之後咧就俾以色列咧出其不意咁樣去取代埃及，控制蘇伊士運河，呢個先至佢哋嘅真正目的嚟嘅。但係好顯然咧，佢呢次嘅戰略目的係達唔到嘅。因為熊貓已經察覺咗，並且咧同埃及咧喺西奈半島嗰度已經展開咗軍事演習。咁美國喺中美之爭，其實喺特朗普上台之初，胡言亂語之間顯露咗佢嘅企圖嘅。咁佢嘅企圖好簡單，控制貿易行動。咁呢啲都係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嘅一啲統治世界嘅方法嚟㗎啦。但係咧，今時今日嘅白頭鷹咧，咁力量好顯然係差好遠咁諗計咯，諗計點樣搞咯。咁呢件事情上面，控制貿易行動喺整個鬥爭之中取取主動，係目前白頭鷹政府嘅一個策略。唔知我嘅觀點大家認唔認同？亦歡迎大家咧就係吹水交流下點評交流下多謝大家。